边先宣导几件事情，就是我这边会念车牌，然后你们的车子要移动，不然会被开罚。NUY 961 NUY 961 HP 9829 HP 9829 990 JUX 990 JUX IKX 836 IKX 836 NXK 870 NXK 870的车子，麻烦你们移动一下，已经有阻碍到动线了。另外，我们在活动的进行当中，请我们各位的外宾跟观众注意，就是不要任意的穿越在我们的祭典的广场这边哦。除了媒体朋友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外，其他的来宾以及观众，我们就维持在我们的场外做观看这样子哦，以免我们的节目的流程受到影响这样子。那个旁边那两位绿色跟条纹的那个大哥，请麻烦请离开哦。那个麻药。